今日咧你嚟到咧為我哋爽健美茶嘅大自然體驗館咧進行揭幕啦。其實你想唔想而家快啲感受下嗰種大自然啊、清新健康感覺先？好啊，对啊，因为最近都好忙，都没有办法出去。因为其实我平常很爱爬山或者是去游泳，可是最近都没有時間，真的很想體驗一下那個3D 的投影。你好期待啦，係咪？已經準備就緒啦。咁所以呢時候咧，我哋要有請咧就係我哋嘅爽健美茶代言人啦，陳妍希小姐啦，率先咧為我哋進行嘅就係爽健美茶大自然體驗館嘅揭幕嘅揭開序幕啦。同時間佢會率先咧入到裏邊咧感受下一種 3D mapping 啊，即係3D 立體光影科技，點樣可以帶到咧就係一種大自然同埋健康感覺俾大家㗎。你見唔見到啊？佢一路行啦，一路咧就已經有啲大自然景觀環境住佢㗎啦。如果你會睇得清楚咧，望身邊大電視可能更加清楚啊。係啊，大電腦啲畫面一路轉啦。咁而家嘅時候有率先體驗嘅就係一邊行一邊行，做一個動作出現。而家喺前面電視可能會更加清楚啊。係啦，見到朋友影相喺嗰度咯。唔緊要啊，兩邊電視喺度嘅。見到我哋阿妍希可以踢腳踢嗰啲啊。今日嘅爽健美茶大自然呢個地方嚇，大自然體驗館體驗過之後咧，你哋都可以入嚟玩嘅喎，感受下個。咁多位 fans，大家俾獎真係妍希先啦，好靚啊！妍希遇上妍希嘅。